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27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先开始来看讨论真久的这边敢要延长。总统蔡文今仔早起召开国安高层会议，确定讲平日要对4个月延长做一档。94年厝出世的查甫囡仔开始爱做一档的兵，义务役嘛会规划做守备部队，薪水对1个月6500块，增加到20320块，嘛要引进美军模组化的训练。参考乌俄战争来加强训练反装甲武器、无人机的使用操作。行政长苏贞昌、国防部长邱国正、外交部长吴钊燮等人再去到总统府，总统蔡文日前开国安高层会议，讨论强化全民国防兵力结构调整方案，按算会决定兵役延长1年，并较将义务役规划做守备部队，负责国土防卫重要设施防护甲协力民防等任务。薪水也大大提悬，为每个月差不多6500，增加到20320块。学者指出，台湾面临少子化危机，无法度满足募兵制变现比，加上强军威胁，这几年一直欠悬。兵役延长应帮助提升战力。都要进行美军模组化的训练，那甚至于搬建制的所有武器都要能够会使用。如果说服役1年之后，那每个士兵都能够操作无人机，或者是他本来在民间就有无人机的专长，其实对使用无人机作战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新明式分析，义务役因为合格步枪兵到其他的专长，所以训练内容大翻新，都要导致美军的模组化训练增加模拟战场实践抗压训练，战术行军甲联合演训，也参考俄乌战争的样态，甲熟悉操作反战车武器可能达就标称，刺针飞弹。人人拢爱活用无人机，实弹射击未比8爆发较少。有专家示警，只有1年准备时间，输出培训，靶场夜射可见深受教诲。觉得是有点紧迫，因为毕竟现在的我们看新训中心，他们这些志愿役的官兵来讲，他原本训练模式一定不是这样，那他要去改变，他本身要先充实自己的本职学能，打靶时数也要增加嘛，弹数要增加，那就。现在的状况，我们看到是可能志愿役都不是那么足够的。志愿役士兵爱先培养正做教育班长，才能带领教导义务役。宋玉玲指出，这人过去无接受先进的训练，要伫短短时间速成是一大考验。兵役延长上紧伫年后上路，国军为大饼，要提升义务役的战力，外界拢放大检视训练的成果。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官方昨半暝宣布讲，对明年1月7日开始开放中国民众会当出国旅游，入境唔免隔离管制，解除对新冠病毒的防疫措施，嘛袂阁要求爱做大规模的 PCR 的体检，取消集中隔离。也毋过，中国解除封锁的速度上过紧，目前已经过探视北京，当地急诊室人是满哦，火葬场嘛应付袂赴。即马特别过年咯，有台商是表示讲，袂有人想要甲病毒炸倒来台湾去喂互亲人，伊嘛望讲政府会当来帮助发落包机，互因倒来台湾过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不再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规定的检疫传染病管理。日暗时中国官方媒体央视新闻报道，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会改名改做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另外，为明年1月7日开始，解除对新冠病毒感染防控的措施，不过要求全部人拢爱做核酸的体检，也会取消入境人员核酸检测、甲集中隔离等等的措施。为了更好地统筹疫情防控和社会经济发展，更好地来聚焦重点的防控领域和措施。更加科学地进行疫情的防控，所以从乙类甲管调整为乙类乙管。危重症的病人直接做到我们抢救室，现在呢已经每天基本上都在34、5，有时候接近40个抢救的病人。重点还是生命支持，因为有些病人来了以后就是个严重的缺氧。不过外界认为讲，中国解封的速度上过紧，各地确诊的人数直头增加。可比疫情上界严重的北京，包括当地病院的急诊，也有火葬场，逐工排队是排甲落长。
面临中国疫情大爆发的情形，外界烦恼讲后个月就是新正，到时侪伫咧中国读册甲食头路的台湾人都要回国，敢会影响到台湾呢？台商市政文表示，袂有人希望带妹返来台湾，佮为何厝内人？因为你航点不够，航次不够，那就会影响他们回来的意愿。类似像类包机的模式，可以让台湾的台胞都能够快快乐乐、平安的回到台湾来过一个年。台湾人想要为中国返来台湾过年，除了机票好买，就连机票的价格嘛翻倍加悬。按说回乡的人丁恐惊会减1万人至2万人。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内的疫情哦，国内今仔是增加24427个本土病例，人个月预估超过2万例，甲顶礼拜二比起来是增加4成3哦。指挥中心表示讲，这波疫情是以 BA.5 为主，嘛呼吁民众哦，就爱特别注意中和感染的问题。另外，对于开始注疫苗以来产生副作用申请救济案件，已经超过7000件。国民党团今仔早起批评政府的处理，唔但审查的速度上过慢，嘛无放令来认定。目前得到补助案件是无到1成，因呼吁政府哦，得爱有同理心，唔通阁互受害者搁再受到伤害。口罩也要排队，疫苗也要排队，快筛也要排队，我审议当然也要排队。对，我等了好久，等了快1年了。这个40多岁陈先生，去年10月注头一档 BNT 疫苗了后，出现几分数多系统发炎的情形，有申请预防接种受害救济，不过已经等1年啊，审议结果还未出来，还搁伫咧排队。立法院国民党团日7拜2召开记者会批评讲，陈先生的案例敢若是见皮尔，政府应该爱有同理心，加速审议疫苗接种受害救济的案件。严厉的批评蔡政府。没有同理心，这个蔡政府没有温度，还让这种疫苗的受害民众2次伤害。根据疾管署的统计，到今年11月20日为止，申请新冠疫苗受害救济的案件有7042件，个案呢，敢若1495件。国民党团认为讲，政府审查的进度唔若拖沙，嘛无将款认定。有关的部分很低。补助率更低，10月、11月这边的时候呢，数字都很低，都不到1成。我们已经做过一次加速，我们现在都用分组，在审查，在做处理。那如果有必要的时候，我们再更进一步的再增加人力。国民党团提出3大诉求，包括救济天数爱较简省，救济时程嘛爱较紧，损害赔偿的认定爱放令。针对这点，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王必胜回应讲，会加速审查的速度，嘛照目前的规定，将款认定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北市染病死亡2岁囡仔恩的案件，敢有耽误到就医？伫这届新北市长的选择嘛，正做焦点。检察院嘛启动调查，今仔针对卫生福利部告新北市政府提出纠正，要求对儿童紧急医疗救护相关的问题，要提出检讨加改善的办法。机关要发挥他的这个紧急送医的这个担负这个职责了所以他有很多地方不能够有效的联系，这个应该要检讨。这么冗长的程序，这么多通的电话联系，这么多的关卡，其实也可以说关卡。我刚刚算了一下，大概有8、9个关卡，应该要检讨这些改善这些执行面的相关问题，然后避免这些这一类的事件以后还持续在发生。但是我们看到就是说，立刻就有了改变了马上这个案件大家的关注之下，那也改变了很多指引。监察委员赵永清、叶大华、苏立强认为讲，人民按照政府的防疫政策规定，紧急送病院，却无得到有效果的紧急医疗救护，发生政府失灵的效应。中央甲地方的主管机关拢有责任，所以提案纠正。新北市长侯友宜是表示讲，等来看到纠正的内容，会阁向大家来说明。再来看台北市长蒋万安今仔早起主持上任头一场的市政会议，最近市政顾问的安排嘛引起一寡争议。蒋万安早起冇回应。市府顾问我们特别找国军还有英卫主要是借重他们过去在中央和地方的经验，以及在民间的历练，能够给予市府宝贵的意见，让我们的市政能够推动非常顺畅。
中马爱嘛讲哦，最近开会讨论跨年活动的交通规划本色的处理，佮有过年甲灯会的相关规划。针对这几天确诊的病例数有增加，伊嘛会来要求相关的单位都要提前来准备应应。继续看针对这边要延长的方案，咱来听台北市立委补选候选人的看法。民进党的吴怡农是承诺讲，伊尽力国会会全力来监督，避免阿兵哥伫军中浪费时间，嘛要求国防部要确保每一个阿兵哥会当平安退伍。国民党的王宏美是表示讲，伊做人的妈妈，望讲哦，政府唔通爱这阿兵哥来负担战争的责任。透早甲中村市场收集拜票，国民党立委候选人王宏伟主攻陆战，连续2天将中山区列为重点区域。被问到伊无疫期延长，特别决定王宏伟表示，家己身为一个妈妈，更加关心疫期延长了后，政府要互役男什么款的训练，政府应该对外界充分说明。真的不要让役男觉得说，今天只是在一个民进党抗中保台之下。然后现在台海陷入了一个比较紧张的情势，在兵凶战危的时候让这些役男役期延长，那么让他们自己还有他们的家人担心受怕。谢谢各位，1月8号礼拜天。对手民进党候选人吴怡农透早有3位议员陪伴拜票，对强军24小时内有71架驻军机交代创下新高。吴怡农表示，中国军事威胁不只是影响台湾，也佫包含周围的民主国家。伊承诺未来进入到国会，有关义务役期延长的方案会全力监督。我一定会要求国防部尽全力，确保每一位役男都能平安的回家。更重要的是，我们不希望役男在军中的任何一刻，是浪费时间、浪费生命。所以，这是我进到国会之后，我会全力监督的事情。台北市议会选举前期，有关的讲假，互人指控牵涉误导的台北市副市长叶明团，将家己比如正做厝内底未戏的囡仔，身躯难免有臭青味，而且被故意放大嫌臭。吴怡农只表示，伊尊重安尼讲法。王宏伟是讲，真是唔通补助选民的智慧。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央大学发布12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的总指数是59.12点，创下13个月来的上低水准哦。学者是认为讲，制造业的景气阁还未落底，劳动市场会继续恶化。明年想要靠内部的消费甲需要来经济，恐惊是无介乐观。在通货膨胀甲去利息的影响之下，咱国民众消费的信心搁再受到冲击。中央大学发布12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是59.12点，比11月份降0.88点，是13年3个月以来的新低。包括买卖救财、国内经济景气、家庭经济状况、就业机会、甲投资股市时机5项指标，拢呈现降低趋势。我们的这个出口确实在今年的这个9月以后就有比较大的问题。那11月的外销订单它也是衰退了20%几，有可能会至少会延续到明年的上半年。所以我们接下来未来半年经济的情况可能不会太乐观啊。学者表示，因为美国联准会还未改变起利息的方向，加上国内出口资本第3季甲第4季是大月变作是小月，企业经营成本增加。台湾明年顶半年企业业务增加，民众无头路的情形恐惊会恶化。明年想要靠类似甲经济经起来，恐惊是无乐观。而且在物价大起的情形之下，民众感受通货膨胀的压力，嘛互家庭经济持续恶化。大家知道美国一个饭团要多少钱？现在？我们普通吃饭团270块台币，好，那这个就告诉大家一件事情，通膨已经来了嘛。那台湾也一样，你现在蚵仔米线啊，或者面包啊什么这些，全部都在涨了。物价上涨以后，消费信心下降，那家庭收入相对也打折了。若今年的超定税收估计会当达到4500亿，外界拢希望政府会当退税给民众。有人建议讲，会当发振兴券或者是现金1万块。吴大臣表示，去年政府发500券是为着要拯救受创的类似产业。不过目前台湾拄到的是外销无好的问题，若是用救类似的方式去处理，可能毋是对症下药。记者综合报道。
今年11月，警方伫新北市的淡水抓到有诈骗集团，甲印丁头路的民众关起来，佮饲因毒品，计共有61人受害，嘛造成3个人死亡。检方今仔针对29个被告提起公诉，嘛建请法院判2个主嫌无期徒刑。小小的房间内底客满数十人，目睭蒙咧手铐咧受感控，因为误信尽管心水找头路，才轮回被人关起来，佮虐待对象，甚至造成3名被害者死亡。这是发生在今年11月台版甘埔这案件震惊社会。经过检方调查了后，支持专案定结。依照施行拘禁指数加重，强盗甲加重诈欺等罪，向诈骗集团19人提起公诉。不以正当的途径来赚取财物，为了贪图自己的私利，所侵害的财产法益、金融秩序都非常严重，而且又囚禁、凌虐被害人，严重的来戕害人性尊严，且迄今都没有赔偿任何被害人。被抓时阵正惊吓，伊是姓陈查甫人外号地档的，被检方认定甲另外一名被叫做大姊的姓薄的女子担任核心角色，负责指挥不法集团。建请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外号下档的姓涂的查甫人等10个人，也被求处有期徒刑20到30年。其他成员是依照涉案情节轻重，分别建请中重量刑，甲量处适当执行，因为因不知关押定地被害者，佫涉嫌企图来控制。那在整个拘禁期间，会用电击棒、用铝棒、用甩棍来殴打他们，用震爆枪来射击，还会把毒品 FM2 磨碎之后，添加到他们所煮的面食里面，来让这些被拘禁者食用。用集中营方式拘禁管理，就是惊被害者报案，互专案撇空，伫手的小户也会冻结。检方调查，因两者的人头小户诈骗，3个月无够就骗246人，不法获利将近4亿。检警陆续伫新北桃园救出58个被害者，搁掠29个嫌犯，其中17人受压，会伫2被开2审庭，决定是毋是属压。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迄阵教育产业工会甲校长协会签团体协约，要求老师一礼拜至少爱上班40点钟，超过就爱付加班费还是补休。也毋过家长团体联署向教育局要求讲，若是老师要求工时制，就应该爱顿卡，歇寒歇热嘛共款。教育局是表示讲，考虑到老师的工课是以教册为主，依照规定上下班是毋免顿卡，也毋过要求学校加强管理，确保学生的受教权。教学之外，老师阁要负责课后辅导、家庭访问等等的业务。包括下旬高雄市教育局核准教育产业工会甲校长协会签订团体协约，教师每一礼拜出勤的时间是40点钟，平均一天是8点钟，超过爱提供加班费，若无就是因加班点钟的1.5倍补休。啊，毋过有家长向教育局交联署书，指出教师若定固定工时，等于甲家己看做劳工，应该比较劳工上下班拢顿卡，包括着歇寒歇热。我们当然知道老师很辛苦，所以我们才会尊师重道嘛。所以老师也不用上下班打卡，老师的寒暑假也跟着孩子一起放寒暑假。家长团体表示，老师若要互家己比照劳工的工时制，就应该顿卡，才是保障着师生的权益。教育产业工会即是回应，现行规定虽然毋免顿卡签到，各校也是有要求固定上下班时间，而且定期来追查。晚上会学校办活动啦，或假日办活动等等之类。我们在知道教育局可能也没有这么多的经费来编这个加班费，所以我们就签这个团体协议说，那是不是可以用补休的方式来做一个补偿？家长团体后续要发起网络联署，还去交予教育局来参考。不过教育局讲，现行规定老师上下班毋免顿卡，会按照原本的规定来办理。未来会请各校加强着校务管理，维护教学品质，还有学生的受教权，嘛希望予老师合理的劳动权益。记者王柳婷、陈显坤个人报道。最近，中国的防疫放令疫情嘛大爆发。中国官方宣布讲，明年1月7日开始要全面解除封锁。也毋过，因为亚洲有真侪国家疫情是无真正压落来。最近，印度是又个宣布讲要加强防疫。日本、香港、南韩、泰国旅客规定讲，入境就要交快筛阴性的证明。医护人员是无用试试，病院内底患者是叉。中国宣布放令防疫管制以来，
全国爆发大规模的传染，国是北大第3病院，逐工都有超过600个急诊的患者，而且大部分拢是济岁人，有袂少的省动静加护病房，即嘛全部拢已经满啊。我国呢，近3个月来已经监测到 BF7、BQ1、SBB， 这个传入我国，一共是发现近3个月有130多个奥密克戎的亚分支输入我国，优势传播还是以 BA5.2 和 BF7 这个为主。病毒拓了真凶，加上民众的免疫力无够，恐惊中国会变作是变种病毒大量生产的所在。不过官方的讲法是无介烦恼，嘛宣布为这礼拜开始，别个发布每一天确诊的人数。因为都市通勤上班的人是更加重视自我防疫。大家反正还是照顾好自己吧，就还是尽量戴上口罩，虽然已经阳过了。有做好跟疫情共存的准备，毕竟封闭也不是长久之计。同款烦恼变种病毒卫团，还佫有美东地区，到20时为止 ，XBB 病例已经占全美国18.3%。XBB 是 Omicron 亚型变种病毒 BA.2 分出来的。美国传染病学家胡基进前讲，以粗粗的变种病毒、甲亚型变种病毒 BA.4、甲 BA.5 为预防目标的经新版疫苗对加射，对 XBB 也是有一寡防护力。虽然对加射的防护效果有限，不过因为变种病毒住院治疗人数目前也无直头增加。因为亚洲真侪国家的疫情也真严重，印度伫新年的假期加强入境检测隔离，尤其要求中国、香港、日本、韩国甲泰国的旅客都要交阴性的报告。国内的防疫规定嘛，佫较严格，伫公共场所一律拢爱挂喙罨。公司新闻杨间编译。缅甸一台载大约180个罗兴亚难民的船只，因为故障伫海上步步沉沉过外月。25，这只船已经到印尼了，部分的乘客嘛上花了，其中是有3个查甫人破病，先行送去病院治疗。这只木船的时阵停在岸边，过去1个月伫失去动力情形之下，载差不多180个罗兴亚难民伫海上漂流，最后总算到印尼阿济省，有部分渔船上岸。一个非政府组织甲难民家属表示，另外一只载有180人的船，可能已经伫12月初不幸遇难。伫缅甸少数民族罗兴亚人遭捕军方迫害，联合国认为这是种族清洗，超过100万人逃去孟加拉南部，住伫政客难民营当中。这几个月，难民营生活条件恶化，佫有更较侪人进驻。部分罗兴亚人利用季节气候转变的优势，冒险坐船去马来西亚，也有一个真大罗兴亚人社区。根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报道，过去2个月来至少5只船离开。Hope is go to Malaysia. My father, my mother is. Your family in where? Where is your family? Bangladesh Rohingya. 这当地一名官员表示，这难民会被暂时安置在政府机构当中。这只船是在11月2日为孟加拉南部启停，6天了后引进故障，船只就为马来西亚海峡向西漂流，到印尼北边海峡，然后进入尼科巴群岛南边的印度海峡。We came here from the largest Bangladesh refugee camp to take this hope. The Indonesian people will give us the opportunity of education. I want to achieve more education. 救援团体表示，船顶难民无物件通吃，有真侪人已经死亡。甲联合国斗阵呼吁印度甲印尼伸出援手，不过印度海军好亲像只予因一寡食米甲水，佮将船拖回印尼。这船伫海上佫漂流6天，最后总算靠岸。这路程差不多1900公里，这是过去2天来第2只漂流到阿济省的罗兴亚难民船。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美国最高法院之前裁定前总统川普驱离移民的命令继续延长，有真侪伫美国墨西哥各界移民无法度入境美国，也毋过这移民虽然天气遮尔寒，嘛是无要离开，甘愿继续踮伫街头。CNN 嘛指出讲，德州的州长因为不满拜登政府的移民政策，伫耶诞暝用3台的巴士甲移民载去副总统贺锦丽引导外口，白宫嘛对这款的行为表示谴责。
辽过冰链河水来到美国墨西哥边界围墙前，虽然美国最高法院进前裁定继续延长第42条移民驱逐令，大镇拉丁美洲移民也是未死心。伫围墙前人排真长，等待有一天会当完成美国梦。真侪滞留伫边界移民，甲收容所客甲满，一寡人冒面陪家伙伫收容所外冷叽叽过暝，会当有一个厝顶闪风的人，已经算幸运。Soy de Perú y bueno, me siento feliz de haber estado aquí, aunque sea con frío, pero feliz. 有一寡移民，互人安置伫简单的布棚内，毋过夜等假期0度左右气温，互因大家寒甲挡袂牢，赶紧伫布棚搭黏纸补强，搁起火烘烧。Porque quiero pasar Navidad más que sea en un lugar donde no pase frío, la verdad. Quisiera más que sea estar bajo un techo, ¿sabes? Así como todos aquí quisieran estar pasar dentro de un techo, porque el frío es fuerte. 这有老无厝的移民，搁互政治人物摕来做斗争工具。夜半暝又搁有为德州来的3台巴士，甲101至103移民等伫美国副总统候选人官提外，其中搁有未少囡仔。有的人伫零下9度气温，敢穿布衫。北京发言人谴责这是残忍、可耻、搁危险的行为。有关单位已经暂时将因安置伫较长这个所在。共和党主政的德州甲亚利桑那州等所在，批评拜登政府的移民政策伤过软正，地区边界逐工拢有真侪移民走入来，互因无法度负担。毋过，甲移民等伫这个所在，也互人批评共款无法度解决问题。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过来消息来看，宜兰罗东最近有塔位开放预约，有上百个民众抢要登记，排队是排甲落长哦。有民众就真怨叹讲，登记抽口的规定是无清无楚，也毋过公所是强调讲，网站拢有公告，伊嘛会来检讨。民众伫罗东福运塔内底排队，就是要来登记抢塔位。毋过有部分的民众还参讲，伫接到简讯，煞无甲详细情形讲清楚。所以就只有这一个。对啊，就这样通知而已啊。所以我们也以为哇，今天要抽什么，我们都还用请假，都要请假嘞。民众就是讲，几工会当先登记来留口啊选塔位，实际上需等到30了后才会当来抽。有的人排2-3点钟选无位，去到要嗨去。然后结果今天只是来登记一个顺序而已。后续都还要等他们抽签什么，我觉得这浪费掉太多的。时间有民众认为讲，公所若是有在场增加服务的窗仔口，安尼这个问题就会当来解决。无要紧啦，人伊，你只要跟所长讲加派位置就好。公所规划要买中心护位，已经安置伫个立骨塔要换位的住户，还佫已经往生，毋过还未迁入去骨富贵，只爱资格20到29干来会当登记，要等到30才会当来留口啊。27公所伫现场增加窗仔口，才来缓解这个乱象。26号到29号都可以来登记，但是大家以为说先来登记就可以抢头香，但是没有。公所讲，相关的登记作业流程，伫个网站顶悬会有公告，未来会来检讨作业流程，通互民众更较清楚这个相关的程序。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东海岸三仙台风景区的看海桥，因为9月8日当哦桥沙位，经过工程顾问公司的检修，伫顶礼拜5宣布讲要封桥到113年来进行补强，也毋过已经公告嘛封锁咯，嘛是有游客哦佫惊上桥，实在是真危险。伫三仙台监视器，这2天小连续陆续有游客走入去，已经有公告要封起来北港桥，而且游客还佫停伫桥顶翕相，是真危险。但管处表示，这条桥是唯一通去三仙台岛的桥，已经有35年历史。这几年因为直接发生地震，三仙台北港桥去年才做地震补强的工程。今年918大地震了后，桥的结构佫经过工程顾问公司的检测，发现桥有沙位，而且桥墩的阿毛头嘛有闭起。都要搁做修理甲补强，顶礼拜公告要封起来到113年，都有游客无遵守告示，转走入去。但管处强调讲，游客若入去园区，收费内底拢有包括意外保险。毋过已经公告封起来所在，民众若是走入去发生意外，就可能无法度来理赔。嘛呼吁当地原住民，若要采集三仙台岛大石区的海产，即嘛暂时迈过这条桥。现在潮头已经把它封起来了，我们还是呼吁游客，就是不要任意闯入哦，因为你如果上桥遇到强风、遇到地震的话，会有落桥的危险。东莞处说不行，那我们当然是不可以从上面啊，就一定要从下面了。那邻近的旁边的一地的集体方案也是可以采集的。
东管处驻警小队嘛，伫咧桥头的所在设监视器，若是发现有人走去伫桥顶，就会随去坑道。坑道若是无效，就会依法定观光条例罚5,000至10万块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秋冬季节哦，咱台湾空气污染就会愈严重。环保署公布上新的统计，今年空气品质监测各种的污染物拢有改善，空气品质指标伫良好甲普通等级比例是超过9.3%。冬天一日到，天色看起来蒙雾一片。环保署27公布空气品质的监测结果，表示这3冬来台湾 PM2.5的浓度拢伫标准以内，不过去年的数值颠倒有较悬。气象局解释，这是因为高气压亲像一个挂坎条咧，互空气污染物较恶散去。109年的下半年到110年的上半年这段时间，适逢台湾的100年大旱。除了一方面空气相对的比较偏干燥。同时呢，稳定的天气呢，也造成了大部分是属于偏向高压所笼罩的范围。台湾的逆温层高度呢，会相对的比较偏低，因此呢，整体污染物可能扩散的空间就会相对比较有限。展开这3冬来的 PM2.5统计，2019年的平均是16.2，超过标准15；2020年降到14.1；2021年因为无啥落雨，所以数字阁起来到14.4。今年落雨的天数较侪，加上环境政策出现效果，所以 PM2.5的数字降到12.5。大量减少燃油跟一些燃煤啦、其他的固体的这些的燃料哈，看到的。这一个整个一个改善大概达到了95%啊，老旧的这个机车也是一样哈，今年到即马目标157哈，那现在已经大概淘汰了168万辆哈。环保署讲，空气品质即马有得到控制，不过民众若感觉气管无爽快，建议出门要是挂吹暗。记者麦上营曾准由台北报道。这几冬环保署推动环保夜市，今年有台南的福华夜市、垦丁夜市等立选环保夜市。环保署是表示讲，明年会进一步来公布环保夜市的指引，包括垃圾分类、减少使用塑胶碗等措施哦，互台南市夜市卖当顾着环保。夜市除了有好料通食，真侪店头档仔嘛开始注意环保，亲像改用重复使用的餐具、失败油烟设备等等，嘛响应政府的减塑政策。旅客进来消费的时候，他有规则，我们有放那个分类的箱子给他们来丢弃垃圾，但是最终呢，我们有一个跟人家不一样，我们做了一个垃圾集中场。来派专人来去分类。环保署表示，这几冬除了推动环保夜市，嘛公布环保夜市指引，制定各类环保项目，除了规范立选的环保夜市，嘛互市民票选需要改进的夜市，希望全国夜市拢通提升品质。预计明年顶半冬就会公布。另外，疫情转好，真侪夜市表示生意有豆豆恢复正常。那我们的人潮大概。回流大概有6-7成回来了。那暑假的时候真的是很不错。现在是因为是落山风季，所以人比较少一点点，可是连假还是不错的。现在我们的游客呢，已经慢慢的回流了，差不多有8成左右了。已经进到以前的水准了。过来就要迎接元旦连假，各地观光夜市嘛真期待。这届选环保夜市是透过民众票选加秘密客查访，入选前10名的环保夜市，除了特有的台南福华夜市，还有垦丁大街夜市等等。记者电话李玉凯台北采访报道。来看台中有一个32岁陈小姐，伊结婚2冬哦，拢无法度有生，因为伊的 BMI 42，糖化血色素是8.6%，有糖尿病甲一寡并发症哦。伊健康瘦落来了后，佮用做的，才顺利有一个后生。医师是表示讲，统计嘛显示讲，全台湾有超过3成的女性有体重过重，无法度有生的问题。陈小姐看到拄则困落眠的红鞋仔，心内是欢喜佮满足。伊真无简单，才透过人工的方式调体生囝，即马囡仔总算是满过，受起要怀体过程。陈小姐讲，不想到讲家己是因为有糖尿病，才会造成子宫歹调体。突然体重一直上升，对，一次可能胖10几20公斤这样。
陈小姐今年32岁，2年前结婚到今一直拢未生，而且前一年佮因为工作压力伤大，体重一加要30公斤。医师检查发现，伊佮有甲状腺低下、高血油、多囊性卵巢、甲子宫肌瘤等侪种的病症，起因就是血糖收悬。转过来的糖化血色素啊，其实就已经高达8.6%。那其实糖化血色素8.6% 的话，代表它的平均血糖值可能在180到210之间，其实是血糖非常高的。当肌瘤长大的时候，它会强调我们整个子宫内膜这个受孕区域该要有的血流，所以变成血流供应不良，着床就不容易了。那另外，我们产科的医师更在意的是说生产安全的部分。医师除了协助陈小姐控制体重，嘛开刀切掉子宫肌瘤，佮透过人工的方式帮助伊调体生囝。医师表示，全台湾有超过30以上19岁至44岁女性，因为体重超磅造成子宫歹调体。根据病院统计，去年来做人工生囝的对象当中，有超过32%是因为受大苦引起的这种因素才会未生。医师表示，受大苦除了会未生，嘛会引起婴仔遗传疾病，提醒要生囝的女性都要加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云林的北港有一间做纸的公司，对新种的员工是特别友善、特别照顾。公司有3成的新种员工，这间公司嘛得到今年劳动部的鼓励，是云嘉南地区唯一一间得奖的企业。操作机器每一个动作拢真熟手，不过这拢是经过1冬外训练才会当做甲遮尔顺。本身有智能障碍酷先生讲，伊来到公司已经5冬外，原底啥物拢袂晓，即马已经会当带新人。做5年，然后一开始都不会，然后慢慢学到了，就是现在会了。然后有新人来，我都会叫他。一开始是一定要加一寡时间互因啦，就因豆教安尼，嘿啊，啊若是讲像即马因伫阮遮拢带4、5冬的啊。伫咧云林北港专门生产工业用纸的金力和公司，是经过市场冲击甲转型的传统产业工厂。为着要照顾弱势，对新种员工是1对1指导。虽然适应期较长，不过嘛减少员工的流动率。目前新种员工是占3成以上，得到今年劳动部的金灯奖。6名的身心障碍的员工占公司雇用人数的3成以上员工在公司表现可圈可点证明我们身心障碍朋友有爱就无碍对企业的发展非常有帮助。劳动部云嘉南分署表示，企业会当透过甲就业中心合作，针对新种者来调整工作职务，也佫有砍价制度等等，提供新种者愈侪工作机会。劳动部嘛提供相关的计划补助，希望创造劳资双赢。记者综合报道。故宫参台北营总，甲一寡故宫典藏的文物设计做卡片，提供实地的时代来训练认知的功能。老大人做伙耍牌嘛增加甲人的互动哦。用伫病院临床的治疗效果是个袂歹，咱做伙来了解。甲对故宫典藏的文物图设计伫牌仔顶悬，台北营总参故宫合作设计这套金牌人生的认知牌卡，用伫临床治疗、分组囡仔、青壮年等等10大主题，互老大人通透过仪牌仔分享过去。这些卡牌里面的内容，可能都能够去触动到他以前人生当中的一些经历，所以我们觉得说这是一个，就是说可以联系长辈的过去的生活跟现在的生活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杨总表示，这套牌仔总共60张，除了有文物介绍手册，嘛有操作指引，伊会透过参与者甲技术融入日常经验展开对话，嘛加做失智长者、一般长者认知功能训练的方式，希望未来推展到社区长照据点等所在。长辈他们的生命经验这么丰富，其实不太适合像是幼儿化那种涂线条或者是着色这么简单的东西。那透过故宫的这些经典文物，那他就可以帮这群长辈引导出他怎么去表达他的生命状态。这套牌仔甲一般的批示牌仔甲倒算无共，需要专业医术人员甲受过训练者来领导。目前无伫市面上卖，但希望结合技术，正做有意义的辅助治疗工具。故宫嘛表示，希望故宫毋若是互人参观尔，嘛通搁较靠近民众。记者台北台北采访报道。
这几档因为疫情，艺文表演受到真大影响。咱来看高雄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哦，应该推出体验教育，要来培养开发新的观众。轻松的violin声，互人迷醉。国际重量级 violin 独奏家吴乃元甲林兆良，要做伙带队结合国家交响乐团的少年音乐家，举行岁月音乐会。受到疫情影响，一寡艺术表演传出停演的消息。尽管是大型表演团体，嘛受到影响。也有剧团请民众到买票进场，才袂爱滑倒。向下一代扎根呐，可以让这个下一代的音乐家也有更好的这个基础，有一些这个一起工作的机会，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机会。我觉得是很好，因为学音乐就像我们小时候一样，就是可以给小孩子带来那个，就是音乐不只是苦闷在家里自己来练琴啊，练什么练习曲，而是大家一起玩音乐。亲像国家交响乐团明年要进行国家青年交响乐团计划，当年寒暑假要招70个音乐学生组成乐团转台湾表演，除了为乐界注入心血，也培养观众，而且袂少表演团体想办法要维持落去。表演场馆嘛用体验教育计划开发新观众。艺术家直接跟学生的面对面的沟通，好，然后介绍节目，然后去看节目，学校的老师带领的讨论，然后再跟艺术家在一起讨论。希望就是说，让学生透过这个过程里面，他看的这个表演有更深入的这个了解。亲像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以剧场艺术体验教育计划进入校园，进行剧场教学，深入校园找剧场的观众。根据文策院的研究显示，疫情让使用者唔那把剧院当作表演场地，嘛把剧院的空间当作聚会加远距离工作的场所。剧院是不是会当有够的空间，让民众社交使用？这是疫情了后剧场增加新观众的机会之一。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县最近推出偏乡行动图书车，会来清理后山部落，让山区的囡仔会当方便借册来看。有想要看的册，买当先预约。行动图书车来到现场，车道拍开，囡仔等袂赴，连伊冲过来，开始跟家己有兴趣的册。每一个囡仔拢看册看甲真认真。以前我都不能看到这些有趣的书，很开心。为什么？因为第一次看到有那么多书。为了加强偏乡教育资源，新竹县特别参科技业者合作，打造偏乡行动图书车，巡回驶到尖石地区的学校，让偏乡的学生有更加多的册会当看。让我们的小朋友从小就朝着我们伟大的力量去迈进，也希望他们将来为我们的社会建造更多的黄金屋。因为幅员太过辽阔，所以阅读的这个人并不多哦，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一次行动书车的一个善用呢，能够提升我们所有阅读的一个机会这样。未来这台行动图书车按算上远会驶去到司马库斯部落，和后山地区的囡仔来当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咱来看巴基斯坦第二大城拉合尔，空气污染是真严重，各种的污染物嘛伫空中形成有毒的雾霾。有一啲民众骑脚踏车上路，发起卖塞车的运动，希望会当来减少汽车排放的废气，改善空气的品质。在雾茫茫的空气当中，上百人骑脚踏车，这是巴基斯坦第二大城拉合尔每礼拜拢会出现的由骑脚踏车的人发起无开车运动。有超过1100万人口的拉合尔，一直拢是全球污染上严重的大都市之一。工业污染物、规则性烧物件的残留物，造成雾霾甲汽车废气，这个原因在真寒的冬天会加做有毒的烟雾。बहुत ज़्यादा है स्मोक का इशू हमारे लिए कंसर्न क्योंकि गाड़ियाँ इतनी ज़्यादा हो गई हैं, पॉपुलेशन इतनी ज़्यादा हो गई है, तो सुबह के टाइम ख़ास तौर पे बहुत ज़्यादा मसला। क्रिटिकल मास का जो मेन कॉन्सेप्ट है, ये ग्रुप लाहौर में असल में कोई 12-15 साल पहले शुरू हुआ था एंड आई एम एक्चुअली वन ऑफ द अर्लीस्ट मेंबर्स और उसका मेन रीज़न यही था कि不过，也是靠警车到三港护驾，这样地无脚踏车专用道的拉合尔来骑车。发起运动的团体成员
机车、三轮车甲汽车无共享道路的观念，而且伫民风正保守的巴基斯坦，民众普遍认为女性无适合做运动，包含骑脚踏车，也互女性有遭到骚扰的风险。Cycling is not only workout. It's not of the personal health. It is for the environment, for the planet, and the betterment of the society actually. And so that is why we are doing this cycling to promote smoke-free environment around us. 因为空污严重，法院11月甚至经济当局拜5、拜6停课。这骑脚踏车的人忍受危险程度的空污，汽车驾驶的欺负，也有社会污名，用实际行动创意无开车，改用对环境友善的交通方式。公司新闻陈伟仁编译。咱再来看芬兰的北部都市奥卢，今年寒人的温度拢伫零下11度到零下4度左右哦。也毋过嘛是，阁有真侪民众是骑脚踏车上班上课。当地是有全国上完善的脚踏车的路网，地方政府嘛有设各种的设施，互民众伫寒人骑脚踏车嘛真安全。天气真冷，雪落甲规涂骹，因故民众加衫穿甲少咧，照常骑脚踏车。Laittaa tarpeeksi vaatetta. Ei kai siinä. Ja kun ei ole kuitenkaan kovin pitkää matkaa, niin ei se ole niin paha sitten. 芬兰的港口城市奥卢，几多年来以冬天的脚踏车真有名。全市有20%的交通运输是靠脚踏车，脚踏车公路网涵盖程度是全国第1名。范围包括奥卢市甲周边的卫星城市，对地图看敢若是地铁的路线。Tämähän on hyvä pyöräilykaupunki ja kyllä oikeastaan kokemusta muista Suomen kaupungista talvella. On tänne tullut niitä uusia paanoja sun muita. 奥卢冬天的温度伫咧零下11到零下4度，长时间落雪，颠倒适合骑脚踏车。市府逐工拢会甲落的上高的雪，穿到即个阵薄薄一层，然后较夹会条，互市民伫骑脚踏车上下班时阵较袂绊倒。交通标志也毋是彩牌啊，是用导向机照伫咧涂骹，就算佫落雪，也佫看会清楚。Ollut oikein pyöräilyystävällinen kaupunki. Me ollaan panostettu pyöräilyyn jo varmaan 50 vuotta ja se näkyy täällä pyöräilijämäärissä. Ollut oikein pyöräilyystävällinen kaupunki. Me ollaan panostettu pyöräilyyn jo varmaan 50 vuotta ja se näkyy täällä. 人口即个21万，奥卢是芬兰北部的经济文化中心。1990年代开始推广气候政策，所以发展出遮尔密集的脚踏车道路网。这款专门的道路，同时也提供予直排轮、越野行路加慢跑的民众使用。因过自电子显示板会当看到，骑脚踏车的人也是比行路的人较多，就知影冬天骑脚踏车已经是当地正惯势的文化。公司新闻牛燕编辑。下半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地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0度；中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4度；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6度。东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0度；关岛地区上低11度，上悬20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